最常見嘅棚架種類，而近期鋼棚同竹棚兩種工藝同技術就係唔少人嘅關注點。有工程師就話兩者之間各有優勢。搭棚工藝歷史悠久，而早喺2017年，澳門亦將搭棚工藝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至今竹棚喺澳門地盤依然隨處可見。但係隨住建築工程規模逐漸擴大，澳門現時亦有唔少嘅工地會引入鋼製棚架。從事搭棚工作超過60年嘅梁先生同趙先生話，鋼製棚架防火性比較高，有工人反映作業期間安全係數相對比竹棚高，但喺拆卸方面因為鋼條重量問題，難度亦相對高，同時存在一定嘅危險性。至於竹製棚架防火性低，但兩者相較下仍然有一定市場，難以被取代，因此會選用特製布料加強防火。又同我哋展示唔同布料嘅差別。嗰啲冇咁靚啊！有工程師話，竹棚具有靈活輕巧嘅優勢，喺強風狀態下對周邊環境造成嘅安全問題亦相對比鋼棚輕，而鋼棚嘅承重能力就比較強。工程師可以精準計算上面能夠承載嘅人員數目，唔可以一刀切判斷邊一個最合適。有啲項目上邊係個整體嘅鐵棚嘅重量已經超過咗可能成個樓板嘅載荷嘅情況，亦都會有啲情況出現咗。咁所以就各自有自己優勢，好難話單向地話邊一個會係比較適合。尤其是澳門黑嘅地少人多，同埋我哋嘅時間個工程嘅時間可以佔用嘅空間同時間都比較短嘅。亦有專家認為，無論選用邊種棚架，要保障市民安全，關鍵在於點樣監管棚架嘅使用狀況同質量，並唔係單憑更改棚架材質就可以解決。咁點去監察佢？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啊，就係棚架嘅巡查。咁呢啲位置我相信咧，唔好諗住係咁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要相應提高嗰方面嘅配套，我哋嘅管理工作嘅水平先更加重要啦。佢又指出，大埔火警事件反映嘅係工地管理同承建商質素問題，要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業界要優化市場機制，喺更高層次檢視成個工地運作。澳廣視記者葉朗廷報道。竹棚